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年是2023年的9月1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1篇，出埃及记11章第1节到第10节，马太福音第23章29节到3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除酵。以色列人因为杀长子之灾，所谓的瘟疫的侵袭，造成了全埃及地的长子以及头生的牲畜都死亡了。因此，如同上个礼拜六读经的经文所提到的，上帝预言，后来上主对摩西说，我要对埃及王和他的人民降最后一样的灾难，这以后他一定放你们走。事实上，他会把你们都赶出去。所以法老王以及埃及人就赶以色列人快快的离开他们，好像是他们就是瘟神一样。也因为如此，以色列人为了逃亡，就来不及让面粉发酵完成，他们就带着家当，埃及人双手奉上的金银，以及没有发酵的面团来离开。这就是以色列人除酵节的一个由来，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、犹太人他们原来就不吃发酵的饼。根据圣经的记载，以色列人出无酵饼必须吃7天，这就说明了以色列人平常是吃发酵的饼，除了这7天以外。圣经的记载说，你们必须纪念这一天，为上主守这节，你们的子孙也应当守这节，立为永远的规例。上主说，在这7天里，你们不可吃有酵的饼，只可吃无酵饼。你们要在第1天清除家里所有的酵。在那7天里，若有人吃有酵的饼，他必须从我的子民中除名。第1天和第7天，你们要集合起来一起敬拜。这2天除了预备食物以外，什么事都不可做。你们要守这除酵节，因为这一天我带领你们各支族离开埃及。每逢这一天，你们必须庆祝，你们的子孙也应当守这节，立为永远的规例。从正月14日到21日晚上，你们不可吃有酵的饼。在这7天中，你们家里不准有酵。凡吃有酵食物的人，无论是本国出生或是外国出生，他们的名字必从我的子民中除名。你们不可吃任何有酵的食物，所有的居民都要吃无酵饼。除酵的目的是为了要纪念上帝的恩典。上帝要以色列人守这个除酵节来纪念上帝的保守、拯救的恩典。所以除了除酵节以外，纪念上帝在杀长子之灾中间，以色列人用羊羔的宝血来得到保守以及救恩。所以以色列人就同时纪念逾越节。
因为若不是上帝的保守，以色列人也会在杀长子的疫情当中受到伤害。上帝的恩典真是够用，上帝的保守，上帝的看顾。圣经记载说，摩西召集所有以色列人的领袖，告诉他们，你们每家要选一只小羊，把它宰了，好庆祝逾越节。要拿一把牛膝草，浇盆里的血，涂在门框和门楣上，一直到第二天早晨，无论谁都不准出门。当上主巡行埃及杀埃及人的时候，看见门楣上和门框上的血，就必须逾越那门，不让执行毁灭的天使进你们的家杀你们。你们和你们的子孙必须永远守这些条例。当你们进入上主所应许之地，你们要守这节期的礼仪。倘若你们的孩子问你们，这个礼仪有什么意义？你们要回答，这是献给上主逾越节的生祭，因为他在埃及逾越了以色列人的家，他杀了埃及人，却保留了我们的性命。以色列人跪下来敬拜上主，他们出去，照着上主吩咐摩西和亚伦的做了。除酵节是以色列人纪念上帝重要的恩典，并且世世代代以此来纪念上主的救恩。除酵节就成了犹太教重要的节庆，以帮助他们永远记得上帝的救恩。上帝救赎了以色列人，使他们得到自由，不再被奴隶。但是上帝要赐给他们的，并不是放肆逾越规范的自由，而是有规范在上帝律法之下的自由。这个并不是为了要顺服在律法底下，而是要在恩典底下，并且在外邦当中做美好的见证。彼得这样说道：亲爱的朋友，你们在世上是寄居的，是客旅。我劝你们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，这种情欲老是在跟灵魂征战。在外邦人当中，你们应该有端正的品性，使那一些说你们坏话、指责你们的做坏事的人，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就在主再来的日子归荣耀给上帝。为了主的缘故，你要顺从人间掌权者，就是在上的君王和他所委派执行善罚恶的长官。因为上帝的旨意是要你们以好的行为来堵住那般糊涂人的无知之口。你们是自由人，但是不要用自由来掩盖任何的邪恶，要做上帝的奴仆。你们要尊重每一个人，要爱信主的弟兄姐妹，要敬畏上帝，要尊敬君王。旧约摩西以及这个以色列人以节期来纪念上帝的救恩。新约使徒们所强调的，必须是用人的生命表现，敬畏上帝，尊敬君王，爱人如己。
在众人的面前就成了美好的见证。这个就是以生命来回应上帝的救恩。诗篇121篇，我举目观望群山，我的帮助从哪里来？我的帮助从上主来，他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他不会让你跌倒，你的保护者不会打盹。看了，以色列的保护者，他既不打盹，也不睡觉。上主要保护你，他在你身边庇护你。白天太阳不伤你，黑夜月亮也不害你。上主要救你脱离各样灾难，他要保守你的生命，你进你出，上主都要保护你，从现在直到永远。感谢上帝赐福保守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胜过试炼，胜过苦难，让我们能够如同以色列人一样，以除酵饼来纪念你的恩典，让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时刻的纪念你的恩典。靠主耶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